氣一轉涼咧，唔少嘅朋友仔，尤其係辦公室嘅女生咧，就好容易手腳冰涼啦，面色又會容易發白喎，感到特別咁樣攰。呢個大多數係因為血液循環唔通暢啦，能量同埋氧氣好難送達到呢個手腳呢啲身體嘅末梢部位而造成嘅。嗱，我哋建議你補充維生素 E 嘅。維生素 E 咧係微循環嘅活化劑，攝取足量嘅維生素 E 咧，能夠直接咁樣作用於血管壁，使到血管舒張啦，增加血流量，咁係可以促進腦啦、肌肉同埋周圍血管嘅血液循環，有效咁樣幫助我哋暖暖我哋嘅身體噶。嗱，我哋仲建議你補充鐵嘅。研究表明咧，人體嘅熱量咧係嚟自於營養物質嘅氧化過程，而呢個氧化過程最需要嘅就係氧啦。鐵咧就係製造血紅蛋白嘅重要原料，咁而血紅蛋白咧就係擔負住喺身體裏邊運輸氧嘅任務，咁所以多補充鐵啦，血紅蛋白先至可以更好咁樣運輸氧氣，使到身體產生更多嘅熱量。要想改善呢個手腳冰涼咧，我哋建議你係食多啲紅棗啦、肉桂啦呢一類溫性嘅食物。咁佢咧係可以幫助補充氣血嘅，仲可以適量咁樣食啲辣椒啦、生薑啦等等呢啲辛辣嘅食材，而其中咧辣椒素咧係能夠促進血液循環，亦都能夠起到好好嘅驅寒效果噶。嗱，每日用啲熱水咧加啲薑片浸噶，或者係做啲慢跑啦、瑜伽等等嘅運動，係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噶，而呢啲都可以令到我哋嘅身體暖起身噶。今時今日保命要緊啊，保持營養均衡，疾病拜拜。記得點讚同埋轉發俾你嘅屋企人喎。